今集內容由 AI 導播，多謝收看及關注。台底人生故事大綱：高偉豪離鄉背井走去新巴博賭博業，點知成日俾幫派恰，好彩撞到個爛仔林家安，兩個一齊對抗惡勢力。偉豪發現家安唔單止係失散咗好多年嘅親兄弟，仲係警方臥底。偉豪喺賭場度向上爬，招嚟同門黑仔嘅嫉妒，俾佢老屈藏毒，連累家安坐監。偉豪就走佬，俾人賣去三不管嘅肯俠。喺當地土豪千金金寶林幫手之下，偉豪反敗為勝，開創網上賭博王國。返到新巴之後，偉豪知道舊愛方敏俾黑仔殺死，就夾埋出咗獄嘅家安一齊報仇。之後偉豪接管賭場街，爭新巴嘅賭牌，點知又俾權貴翁小資本打壓。同時家安做咗國際刑警臥底，要剷除偉豪嘅犯罪集團。兄弟反目，夫妻決裂，手足背叛，敵人追殺。偉豪想擺脫原生家庭嘅賭博陰影，點知發現自己成世人都不停咁賭命。